他是神，因为上帝爱我们，要赐给我们平安，要赐给我们幸福，还有永恒的生命，使我们过着有意义的人生。好，所以我们第一个礼拜我们认识说，我们来透过说，哎，到底有没有神？好，那我们从哪里可以发现上帝的踪迹呢？好，再接下来呢，因为这个神是一个灵，我们实在是不知道这有限的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子来认识他。那神到底在哪里呢？我们透过2个路径，一个路径是透过上帝所创造这个宇宙，因为宇宙是我们比较能感受得到的，还有现在这个太空的这个科学，我们比较知道的，我们就来从这4点说，到底宇宙有没有存在呢？我们就说，是的，这个宇宙应该是被造的，不是那个这个虚幻的，也不是它一直就在啦，反正它早就在了，也不是说偶然蹦出来的，而是一定有人造它，而且造得很精心。好，所以一定有神。那么有的人可能还是没办法了解，因为真的不知道宇宙是怎样。但是我想，我们用过的电脑，我们大概就知道，这电脑你手上你用的电脑是怎么，它就是虚幻的吗？不是吧？我应该是可以用的吧？而且它非常好用的。好，那它是零件弄一弄自己就跑出来吗？也不是啦。那你比较相信应该是哪一个？应该是电脑被造的。所以这个造它的人的心意，原来就是希望是好的。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有限的人，我们要来认识这个无限的上帝。所以我们呢，我们呢希望透过我们所知道的，我们经验到的，来认识这一位上帝。所以传道就举了一个例子，法国人在法文当中说电脑它是阴性还是阳性呢？当然男生组就提出这几个看法，所以他们认为电脑应该是所谓的阴性，就是它应该是序了如果以英文来讲应该是序因为怎样？第3个很多人讲最小的错误，它会在记忆体不断会拿出来留小你很久以前的，他仍然还记得那女子主怎么说呢？她说一定是第4啦，就像是屁一样，一旦发现一台电脑呢有比它更好的，她就会怎样想要换新。所以他认为应该是这个是 he， 所以呢最后谁获胜呢？我们知道话语当中这个电脑它性也是什么？是啥？是阳性那传道举这个例子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神是一个什么？他看得见，他看不见？看不见，他是什么？是灵。那所以我们有限的人，我们要透过怎样传道，尝试的我们看得见的东西去推敲，说这一个，那更重要是我们要感受的，所以我们需要这是旅程，我们不断的去领受跟感受，透过哪里？透过我们2个路径，说我们使用的还有大自然。我的老师林宏信老师说，我们一天一定要看2本他所启示的书，第1本是什么？圣经。第2本呢？大自然，因为他透过大自然启示，我们从大自然来领受，来认识他。约伯到最后也是透过什么来怎样跪下来说错，耶和华上帝，我错了，耶和华上帝，我从大自然中我认识了你。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真的很希望能够怎样来认识这位上帝。当然我们不会完全所以这当中我们就讲到，上帝是谁呢？我们常常讲上帝就是爱，所以这个爱呢，我们是需要去领受。那上帝他有很多的面向，他是真理，他是公义，他是和平的他是美善的，他是历史的主。这些上帝的每一个面向，传道常常说，举一个例子来讲，就像钻石一样，它有不同的面向。我们可以对神的认识真的是非常有限，所以我们人只能更谦卑来说，更谦卑。所以我们从哪里来领受？他既然看不见到，我们只能体会经验那我们就要说，那上帝，我们常常来经验上帝跟我是什么关系于是我们在那一周就说，我们来发现这生活中的美好。那有人会发现这美好好像常常不能持久我只是想要回家有很多人只是想要透过金门然后回到他的家，这个愿望都到不了，是什么原因？我们要透过2个路径，因为影片里我们就是用大自然来描述我们透过有人创造这个电脑来描述，本来创造者都希望是美好的，可是为什么
什么到最后变不美好？其实创造者他心意是非常希望我们美好，但是为什么我们变得不美好？实在是因为我们被造之为怎样？被造的人心里想住上帝，被造的人有许多不合上帝标准，那些不合标准的，我们就叫做是罪心。我们很想当上帝，这个是最大的罪心。你说没有，陈导，我没有想当上帝，我只是说听我的，听我的，我就是。人都是因为什么？自私、自利、自义、自以为是，这就让我们跟上帝关系割断了。好，像电脑创造它的人有没有想要给它病毒？没有，是因为人怎样？自私、自利、自义啊，就写了什么？写了不是打喷嚏哦，它就中毒，不是不是放太久它就烂掉化掉，不是是因为怎样？是因为有人自私、自利、自义就写了什么病毒放进去，哈哈哈！我有多厉害啊？你看，所以原来创造它电脑的人并没有这个心意啊，可是因为怎样使用它的人开始想就破坏这个美好。好，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明白，什么是使人来远离？这是因为人这样人的罪性。其实神是要祝福我们的，但是我们人呢的现况，刚刚牧师说，我们人是这样空虚空嘛。好，让我们人就像一个走调的乐器。本来创造我们的，这个假如说是用乐器来比喻的话，这个乐器本来是要这个很美的，可是却因为我们人自己自私自利自义，却怎样不合那个标准，那乐器就走音了。好，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境况我们就是这样，我们需要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他也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到他的面前，愿意说：主啊，你是创造我的主，只有你可以帮助我，就像电脑中毒一样。他最能够帮助你，可能就是创造他的，能不能帮助他恢复原来的那个美好一样。好，那我们呢持续就发现说，我们自己不美好，无法，我们决定的我们想读书，我们想好好读书，可是我却是怎样，越决定越没有办法好好读书，是怎么回事呢？我不快乐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跟上帝，跟这位创造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的自私自利，就失去那个标准，我们的人生就变掉了。那上帝爱世人，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知道，因为他创造我们，他才知道怎么样让我们恢复跟他的关系。因为我们有的罪性，我们本来该死的，但是他才他的儿子从出生在那个马槽里长大，因为他没有犯过罪，他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可以替我们死，替我们还债临死，替我们怎样？替我们受那些苦，所以这样做赎罪祭让我们可以跟上帝在美好。传道要说，或许你不了解传道讲的，但是这是一个旅程，好不好？容许自己在这个旅程当中去经验、去体验，好吗？那我愿意陪大家，我相信有很多人也愿意来陪大家。好，那所以我们呢，不断的用都是这个福音无药，我们用影片来表达我们怎么样子可以来跟上帝恢复这个关系，这是我们的前情摘要。好，那我们呢，影片呢，我们影片要持续来看。上个礼拜我们走到什么地方呢？记得吗？好，我们就是有熊的故事记得吗？好，他呢他的妈妈在大自然中觅食当中怎样？这个被石头砸死，他只剩下一个人。他是上帝所创造的熊，可是他虽然只有一个人，可是谁来养他？上帝透过大自然来养他。那他在这个旅程当中有两个猎人，这两个猎人怎样？因为自私自利自义因为他们在专门把这个熊抓来这样扒皮卖这些熊的东西。那他一路追寻这个熊，所以他打了一只大熊，他受伤当中遇见失去妈妈这个小熊，记得这个故事吗？好，我们要持续来看。我们上个礼拜看到哪里？看到这个熊大熊自己这个怎样？为了这个救这个小熊，因为这两个猎人放了很多狗，对不对？然后咬的这个要来咬这两个，那大熊他就离开这个引走
声东击西，让这个小熊可以躲在这个洞里面。躲在洞里面以后呢，没想到这个猎人还是把小熊给抓到带走。那么大熊呢还在外面，他想办法要来救这个小熊。我们透过大自然当中，我们来领受上帝，我们来领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当然，我们比熊更有福气，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当我们遇到这样的困境的时候，当我们本来是我们该死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位拯救。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所学习的。我们跟神的没有美好关系，我们就需要拯救，而这个拯救就是耶稣。我们持续来看，那在大自然中呢，我们来认识这一位上帝。